那从黄伟哲市长上任以来，108年到111年这4年的时间，已经投入了34亿余元来建设我们农村地区的农路跟水路，整个的经费大部分都放在我们的西北地区，还有我们的大北门地区。其实每一年都在增加农水路的这个经费。从108年呢，我们农地重划区的市预算编列1.5亿，那到109年呢1.7亿，那再来110年呢1.9亿，那到111年呢就编了2.9亿，所以这个经费一直在增加，就表示我们市长非常重视我们的农村，那也非常希望呢农民有一个好的一个生产环境，那让他们的这个耕作生活都更加的便利跟舒适。这条啦，做得真正袂歹。拄啊，做咧，因为这条路我时常有当时自己惊4、5届啦。前迄去做好，我咧甲看吼，这条路真正有照去讲爱做，就是讲有认真做啦。本来是破破烂烂吼，这都来管改善安尼吼，对这农民非常好啦。咧收割啦，路种啥，骑车也较安全啦。无这。咧做事拢一寡老人吼，骑车那个路歹，影跋倒吼，较无方便啦。感谢市长。市政府给咱做这样的水的路了。那我们今年呢，111年我们还要投入我们西港14这个早期农地重划区的这个改善。那么总改善的面积大概呢会有500公顷，那总投入的经费呢会有4700多万。那我们会改善15条的农路，15条的水路，那总长度大概有7400多公尺，而且呢还会做200座的耕作板桥。那这个地方呢，他们种植水稻、胡麻，所以这个大面积的一个早期农地重划区的改善完了之后呢，会对当地的一个农业生产环境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天特别来到我们西港哈，西港也是台南的一个农村的地方。那农路是农民这个很多农产品进出很重要的一个通道。那这个地方原来只有2.9米的宽度要会车都很困难，现在已经大幅增加了4.9米，增加到4.9米的宽度，将近5公尺。那会车也很容易，尤其农机进出也很方便。大家可以看到，本来的水沟都是 V 型沟，很容易崩塌，现在改成 U 型沟之后，不但排水量增加，然后也可以让这个水沟更加稳固，那不容易崩塌。因此呢，我想说，改善农民的农路，就是改善农村的高速公路，让农民能够容易的在这边不管从事生产，不管进出，不管开车，不管骑车，都是很方便的。所以这是我们重点的一个施政项目。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9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解决闸门溪排水第10号桥因为通风断面不足所造成的饮水问题，台南市政府争取水利署的补助，投入1亿9千万来进行改建工程。经过1冬外的时间，上午正式通车。地方民众嘛表示，在施工的期间，安中路的排水已经有明显的改善。闸门溪排水10号桥改建伫市长吴伟铁甲所有贵宾面台见证正式人才通车，场面相当盛大。市长为替家属贵宾看到小朋友行过改建的10号桥，以欢喜心来迎接通车。可是桥梁也未改建进前，长度只有10公尺，造成排水疏救。伫施工阶段，就先将通风断面拍开，增加到6倍。干务局长苏金安表示，伫施工期间经过大雨的考验，排水就明显改善，毛地方相当肯定。施工的时阵啊，咱就做一个便道，便道做的时候，咱就将这个树梢这个10米宽这个在障碍呢，咱拢卡掉。所以迄个时阵咱咧施工中，其实排水的这个改善，咱就显现出来。这个10米河道的改善是伫这个本店路3段超建桥车延伸过来了，拓宽本店原地15米，
拓宽到50里，爱当改善这个水患。早期位伫安南区安中路4、5段的交界，嘛是看闸门溪排水桥梁。这摆改建工程除了提供安全利便的交通环境，嘛希望摆脱一个大雨到安中河的臭名。以过去常常每次淹水的著名点，就是在安中路。那过去古有安中河之称，这个坦白讲，我们要洗刷这个名称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本来通水断面那么窄。现在把它打开之后，可以通水的这个量可以增加6倍，不是60%，是增加6倍。那所以说这样子就得大幅降低周边这个区域它的水位大幅降低水位之后就比较不会淹水。该工程到了1亿9千万，水利署的补助1亿2千万，市库才负担6000多万。经过当月时间顺利通车，今日上侪侪乡亲嘛拢到场观礼，以办喜事的心情来庆祝。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台南市立安南病院19号举办最新的检查仪器104切全景宝石电脑断层甲无仪式，由副市长赵清惠甲安南病院院长林胜哲等贵宾共同启用。传统电脑断层检查的解析度为2K 到4K， 若是病灶伤小，可能就无法度被找出来。安南病院特别引进1024切全景宝石电脑断层仪器，8K 超悬解析，甚至连0.1公分的病灶拢看得到，而且不只看了更加清楚，超低辐射量也让患者更加安全。其他的电脑断层，就算是256切，它常常是什么？要切4片，4次以后再合成。大家都玩过拼图嘛？如果没拼好或溜着嘞，就影像就怪怪的。那万一病灶刚好在那边。所以呢，这个变成非常后置处理非常简单，而且很精确。那第三个，因为你打得很快，所以呢，你的辐射剂量变少，你对肾脏功能的影响会更少。所以我想这台仪器对安南医院是一个非常大里程碑。请揭幕。启用典礼一天，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也特别代表市长黄伟哲前来甲幕，并感谢林胜哲院长过去伫担任台南市卫生局长。以及安南病院长时，拢一直在守护市民的健康。林院长不管是在市政府担任我们院长的时期，跟现在担任我们安南医院院长的这个时间，对咱台南市实在都真有真大的贡献，尤其是伫医疗是伊的专业。安南医院是咱伫安南区内底上大的这个医疗中心。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的这个老人的部分咱已经专期全市大概已经有将近快要33万人的老人。那从这些疾病的部分来看，当然心脏啦，还是咱的这个高血压，都是我们比较危险的这个死因，那也占了全国第2名。所以也非常谢谢安南医院在这方面的思考可以跟我们市政府作为市立医院的这个委外的部分可以有更长足的进步，来帮助我们的市民。安南病院表示，这台新型的电脑断层在诊断早期肺炎方面相当有优势。会当侦测到0.1到0.3公分大小病灶，因此对着早期肺炎筛检真有帮助。加上辐射量非常的低，会当大幅减少民众接受筛检疑虑。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中秋应景的元旦，台南市为顶礼拜就开始采收，希望放1礼拜消水以后，赶紧送到消费者的手中。而且台南市第一批外销的元旦嘛正式销往日本。市长表示，除了应景食元旦以外，嘛希望以后随时让民众拢食会到。台南市元旦上大产区为了响应台湾通路甲分散市场，18号台湾区蔬果蔬术工会甲一间外销日本的业者，共同协助台南元旦销往日本。会中台南市长黄伟哲、农会主委陈吉中、立委郭国文等各界贵宾，拢共同来见证台南的元旦通过日本严格检疫甲药检。伫中秋之前，得当再配到日本的消费者手中。台南元旦外销日本，熊干赞！农委会100%支持市政府，只要需要行销，那把我们台南不管麻豆、会赢、会油啊，
不管以中秋节前、中秋节后，我们一起努力让它维持价格。真的感谢韦哲市长跟我们监狱局长带领的所有的团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年的任务一定要100%达成，而且只能卖得更多，不能卖得更少。为什么？因为距离很近。那很多人把把文旦当作应景的食物的果品，吃完了过了中秋就不喜欢吃了。应该我们如果慢慢导正消费者，尤其有一些地方它这个可以食用文旦一直食用下去的那就比较不受季节性的影响，或者比较不受节庆的影响。因此呢，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因为文旦的产期接近中秋节，真侪人将文旦当作是应景的水果。不过其实文旦是真健康的水果，值得大家伫中秋节以后持续来响应。而且市府嘛将持续甲中央甲业者合作，将文旦通路更加多元，互更较侪消费者拢会当品尝。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响应820帮众公益日，台湾帮学分别伫小东路的关会社以及新营关会社举办帮众团爱例会相在关会活动。台湾帮学台南地区的加盟店，嘛全体总动员做伙关会做公益。820帮众公益日是全国帮众业的年度盛事。台湾房屋集团秉持着 ESG 社会责任，为善公益，年年无缺席。考虑到今年持续受到疫情影响，会情告急，台湾房屋集团号召全台各地同仁共同响应，以实际行动展现台湾房屋有情、亲善、乐于助人的核心价值，同时为社会传达更多温情甲力量。伫咱台南，分别伫小东路捐血室以及新营捐血室办理防重传爱、热血偿债关会活动，为会口来募集例会。台湾房屋热血传爱赞！这次的活动是全联会就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经纪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已经办了很多年的一个活动，总共有8年了。那预计呢，今年呢会突破呢10万袋那当然呢，我们的活动呢主要呢是10万袋呢捐10万袋的热血，然后呢救10万人这是我们之前的理事长呢林正雄林理事长他所发起的一个全联会的活动，而且呢效果呢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台湾房屋呢全力的支持每年呢都捐出呢非常多的血然后呢来响应这个活动。我们希望呢把我们的爱心呢留给所有的民众我们对我们这个行业呢一样，我们就是呢跟民众一直呢都站在一起，那我们都是一家人。台湾房屋台南地区的所有同仁一同号召为公益尽心，有过一天会当为会库补充上少100袋库存量，同时也呼吁所有民众会当踊跃加入关会行列。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精心设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收礼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
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于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那么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好，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咱台南家福中心每一档为了筹募750万的奖助合金，除了企业的赞助，还会举办特卖会。台南5个邮局都公布提供场地来进行特卖，其中曾经接受过帮助的青年康俊杰，都用家己所设计家纸袋来赞助特卖。南台南家福中心筹募奖助合金的特卖会，在好伫台南邮局登场以后，陆续到民众来选买，有真侪善心企业甲个人所捐献的物资甲食品，希望选买介意的嘛留下爱心。会中南台南家福的舞蹈在乐队嘛进行开场演出，炒热现场气氛。根据了解，全中心有1200位受扶助儿童，符合奖助合金到730位，预估需要750万，而透过义卖，大约有20几万的收入，加减来弥补缺口。跟我们台南邮局合作，今年也迈入第14年，这14年来，每一年在我们台南邮局的义卖成效，都让中心这边在筹募奖助学金以及助学金方面都减轻了不少压力同时也让我们中心所扶助的高中职以及大专学子，他们能够参与这个义卖活动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服务跟回馈也可以培养能力让他们可以更加的珍惜每一份得来不易的这个助学的这个资源。赞助特别会场地台南邮局已经配合14档，除了新公路的总局，也有其他5个邮局同步进行。局长嘛呼吁民众除了到场，买当透过下载 App， 随时拢会当观看做爱心。是不是我们可以到拿着你的手机到网络上去申请我们邮局的网络邮局那之后你可以
下载我们行动优警的 APP。那下载了以后，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就像我们的7-Eleven一样，24小时哈，你把手机拿出来按一按，你的爱心就会注入到我们家护中心的小孩朋友的身上哈。那我们家护中心的账号是00353368，我再重复一次，00353368哈，这是我们家护中心的划拨账号。会中家扶助力青年有能力以后，嘛透过家己所设计家基地来赞助回馈。小五到大学这段期间，就是有受到家扶的帮忙。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家扶都会有一些就是助学金来，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有一些学费的。就是学费的那个赞助，然后那时候都要写一些就是感谢信，然后我记得我在信上通常都会写说，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会希望跟你们一样去帮助那些就是需要帮忙的孩子，那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一直写，然后就加深在我的记忆里面，然后就是现在大学毕业想说，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活动，然后刚好以前的指导的老师也有就是提说，要不要来义卖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啊，那就是来完成我小时候这样的一个愿望和梦想这样子。8月16、17两天的特别，虽然只是小小付出，不过对弱势学童来讲，就是上好的助学行动。今日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陆续设立公共托育家园，现主是伫善化东管里，就成立第11个公托家园，而且为了应应附近的南科生活圈，年轻上新家庭的需求，第一届提供拜1到拜5照顾到暗时11点的服务，非常的大心。为了善化移民署担起专勤队的服务站，现在为了应应南科进驻、年轻家庭增加，加上夜间托婴的需求，所以新设立的公共托育家园，除了收托12名2个月到2岁婴幼儿，经重新对拜1到拜5暗时6点半到半暝11点，拢提供未满4岁临时托育，互附近有需要的家长更大新的服务。市长委托伫甲拜进前，嘛亲切到场甲囡仔互动，强调台南市陆续会开辟更较侪公共托育，互家长愿意生。3、2、1，请现场用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恭贺台南市善化区东关公共托育家园正式开幕。叫人住伫家要有足侪的配套，第一个要有都市生活机能，购物、娱乐、生活都很方便，其中养孩子也要很方便。那在这边公托家园，公共托育家园已经是被证实，就是讲大家最爱用的，最爱利用的这个设施啊，政府的设施像进前，大家讲公共幼儿园，即摆幼儿园那种一个非营利幼儿园，甲准公幼已经补足了这个功能，所以咱即摆真正的公幼。今年说9成无够不足额，所以你就知啊。但是今嘛，大概最夯的就是0到2岁的公托啊，公托的部分，公共托育家园我们也会加强，来把这个能量建立起来，让大家敢生敢养。小局表示，台南的公共托育家园是保持身处嘛参照伫厝照顾的环境，以善化东关家园委托华人基金会办理为例。除了有空气品质监测系统，也运用智能监控，有紫外线消毒，有空气循环定时杀菌，加上透气的面层来保障婴幼儿安全甲困眠的品质。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